啊。好啦，開集啦，咁啊慢咗一隻就時時歡笑嚟噶63啊，尾位置就係科創世紀啊，依家褪落嚟尾二仲有隻吉星騎士中檔紅眼罩，尾4黑衫呢係靜哥哥嚟噶。好啦，跑咗一段啦，咁啊幸運福星啊埋邊係佔先咗啲嘅，外邊啦黃衫就係嗰隻烈焰光芒就走咗上去啊。第3位嘅馬有挺秀宏利啦，第4位星象啊，第5位就係正哥哥，後邊嘅3匹馬啦，時時歡笑啦，咁啊拍住咗呢外邊啊吉星騎士啊，收到好慢喎，嗰隻呢就科創世紀嚟噶。好啦，過600啦，咁啊前面呢幸運福星埋邊又走翻上嚟，過咗外邊嗰隻呢就係烈焰光芒啊。後邊嘅馬啦，第3位紅衫就挺秀宏利，第4位星象啊，第5位黑衫紅眼罩正哥哥啊，後邊嘅馬啦，仲有時時歡笑啦，63嘅出邊吉星騎士啊，咁啊收到好慢嗰隻呢就科創世紀嚟噶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咁啊埋邊都仲係呢隻幸運福星係佔先啲嘅，中間黃衫烈焰光芒開始過佢啦，咁啊中檔位置追上嚟嘅馬啦，有星象啦，出邊正哥哥紅眼罩黑衫嘅，中間紅衫仲有挺秀宏利啊。贏出大閘，好接近啊！烈焰光芒埋邊，出邊係正哥哥，紅衫中檔依家上咗去啊！咁啊就係呢隻挺秀宏利啦。中檔第4個星象埋邊係幸運福星啊，最出有吉星騎士，咁啊後邊63呢仲有呢隻時時歡笑啊，